看圖識字，一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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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意思像媽媽、姐姐這類性別的人，就是女。二，奶，奶，奶道，奶，奶，意思爸爸或媽媽的媽媽，我們叫她奶，奶奶。外婆也常被親切叫奶。字形拆解，女加奶等於奶。三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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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意思爸爸或媽媽的媽媽，也常叫婆，比如外婆、奶奶，是年長的女性。字形拆解，女加右邊像波，等於婆四，意思媽媽的姐妹，或是年紀和媽媽差不多的女性，我們叫姨。字形拆解，女加姨等於姨五，姐，意思比自己年紀大的女性，比如爸爸媽媽的大女兒、鄰居家年長的女孩，就是這。字形拆解，女加且等於這六，妹，意思比自己年紀小的女性，比如爸爸媽媽的小女兒、鄰居家年小的女孩，就是妹。字形拆解，女加未等於妹七，她，意思用來指女性的她，比如她是我的同學，這裏的她就代表女性。字形拆解，女加也等於她八，好，意思覺得人或事不錯，讓人開心，就是好，比如好吃、好朋友。字形拆解，女加子等於好，左邊女，右邊子，記女和子合起來是好。總結，女是媽媽姐，奶道，奶等於女加奶，婆含女字旁姨等於女加姨，姐等於女加且，妹等於女加未，她等於女加也，好等於女加子。